要来看国防部树林的宪兵队，个海军的危害营区，拢标出有强点，甚至伫营区提出中共的五星旗，实在是真离谱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，会来修订陆海空军的刑法，来加入一模犯。立委嘛表示讲，会来修法，针对现役退役的军人，若犯到国安相关的法律，就无退休金，也是讲会停止来发退休俸。国军强调案件连发表出来，国军树林宪兵队负责抓强点，先未到家己内部，才验出有强点。海军危害营区遥官兵加做强点，甚至伫营区内底人五升旗，效忠中共。立委邓多啊批评部队是乱乱去。政安局在搞什么？我10年来支持你们，这个案子一个再接一个，层出不穷。我们自己当过兵，知道你在营区拿5星旗挥舞，部队有没有烂掉？针对中共的渗透，国防部政策局分析，中共过去利用地下钱庄吸收国军，这几年增加是恶道帮派、规模组织。国防部要阻止中共渗透，要修法加严陆海空军宪法，那就有部分立委也拍算修订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，针对现役退役的军事官，若触犯内乱或犯罪，定国安法律会停止或者是无要发退休金。这样阻止官兵加速强调。行政院版正在讨论当中，那么原则上来讲，应该是在判决第一审判决之后，会做部分的这个部分。就我了解修法方向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要加强保防意识，而且要加强敌我的意识，这个是我们赞成的。投降的这样子效忠的这样子的一个表示的时候，就本身就会构成违反陆海空军刑法。那另外投敌的部分，我们加了阴谋犯跟预备犯的部分。海军计划要进行验出有中国身份证，国防部展开全面清查。郭立雄表示，有62人有中国居住证、无身份证护照，这人服役期间未分发到政府收支。资讯通信、航空飞行、蓝艇加研发单位，也被担心信息武器操作人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